12月台南圣诞跨年系列活动第一场草地音乐会就伫新营展开，会中邀请少年人欢迎的这乐团轮流上场演唱，包括金曲奖最佳乐团马斯卡以及最佳中唱组合动力火车，拢用热情感染整个新营公园。主办单位预估现场已经超过2万人次的歌迷。请天空给我，请时间给我，再多一点晴朗。就该闪亮今天天空，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。关于你的笑容。这场草地音乐会第2回甲各界企业的赞助和市民免费欣赏这样精彩表演。会中市长为特应邀地数进前，嘛甲金曲歌曲张秀卿合唱车站，带动活动高调。市长之后，我们新营就开始有演唱会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是不是？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市长。谢谢。我们明年还要再办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还要不要再来？要不要来？要。哇，大家这么热情。每次咨询说问说市长，新营有没有演唱会？我说市长有没有演唱会？我说有预算就会过，所以我们拜托各位议员，我们今年预算要通过，明年就可以办演唱会，好不好？好，耶！好开心。新营这场过后，市府表示，12月25圣诞音乐会以及12月31号跨年演唱会，要真侪重量级的艺人要甲大家分享，欢迎全国民众拢来台南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